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4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6篇第5节到11节，以赛亚书42章第1节到第9节，希伯来书第9章11节到15节，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灭。今天是圣周开始的一个礼拜，耶稣基督的受难周，是耶稣基督他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一个礼拜。今天起呢，这几天内的圣经经文都有4段，邀请兄姐们自行来阅读。牧师会分享简短的信息，请大家自己养成好而固定的灵修习惯。这几天当中，按照圣经的记载，又发生了许多的事件。耶稣基督使好朋友拉撒路死而复活，也因为这样子使他的名声大噪，也造成法利赛人、经学士以及祭司们的眼红，想要来害他。因为那些违背上帝的旨意的选民呢，他们的私心反而让大受欢迎的耶稣基督他陷入了杀机，成为了弱势，成为了羔羊。希伯来书记载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，为世人的罪担任祭司的职分，但却是自己也成了那个代罪羔羊。透过玛利亚所打破的拿达香膏，他来膏抹了耶稣基督，为他的苦难来做准备。因为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预言他将要受难，但是上帝却要将这个苦难在这个当中呢来保守他。以赛亚书第42章有一段非常著名的经文，这样说道：受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熄的灯火它不熄灭。那简单的经文却表达出不简单的应许跟救恩。上帝如何保守在苦难中的人，在困境危难当中有上帝的恩典保守同在，就如同出埃及的云柱以及月晚的辅助那个火柱一样，上帝不但是代表了他的同在，更代表了他的保守与恩典。因此我们就看到圣经的记载，在以赛亚书的经文，他说上帝创造诸天，伸展天空，他造地和地上一切的生物，他赐给人生命气息。主上帝对他的仆人这样宣布：我上主呼召你，赐你力量给你，使你在世上主持公道。我要借着你跟世人立约，我要使你成为万国之光。你要开盲人的眼睛，领被囚的人出监狱，使黑牢中的人得见光明。我是上主，这就是我的名。我不让其他神明共享我的荣耀，也不许任何偶像同受赞美。我所预言的事我已经实现，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些新事，在事发生之前先告诉你们。救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苦难的当中仍有坚定的信心来相信上帝的应许。因为他应许我们他不灭将残的灯火，
他不折将断的芦苇。诗篇的经文记载在诗篇36篇第5节到11节。上主啊，你不变的爱上达诸天，你的信息高如云霄，你的公义像大山势立，你的判断像深渊难测。上主啊，人何处深处你都看顾。上主啊，你不变的爱有多么的宝贵，人都在你的翅膀下找到庇护。他们在你家中享受盛宴，你给他们喝你那喜乐的泉水。你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在你的光照中我们得见光明。求你不断的眷顾认识你的人，求你继续善待正直的人。别容许骄傲的人欺负我，别让作恶的人赶逐我。谢谢上帝赐下救恩、恩典、保守，使一切相信的人都能够得到上帝的应许，让我们不必担心遭难而蒙受救赎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